任务准备开始，准备好了吗？好了，来。陆光，陆光，你能听见我说话吗？陆光，我快承受不了了，陆光。陆光，陆光，你相不相信我？我特别相信。我是双海，我去对面吃了他。陆光，我知道你在干嘛，但我要证明这些。看，看。我赢。